歡迎嚟到聖羅娜，從呼吸開始，揾返內在嘅滋養。如果呢個世界太嘈，我陪住你，將腦袋一齊帶返去平靜。呢度有一份安靜，有一個空間，等我哋一齊靜靜呼吸，溫柔同行。大家有冇試過喺機會嚟臨嘅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唔係我想試啊，我想衝，而係我好似未 ready 喎，又或者好刻意咁樣喺人群裏邊遮遮掩掩自己，想隱藏自己，淨係為咗令對方舒服啲。呢一種 playing small 嘅模式，係咪都會出現喺日常生活當中啊？其實 playing small 並唔係謙虛，而係一種防禦機制。開始解釋之前，我都想邀請大家先原諒或者包容嗰個唔敢閃耀嘅自己。點解有時我哋會本能咁樣想修飾自己？呢一個要追溯到我哋嘅大腦底層爬蟲腦。喺原始部落時代，顯眼呢往往意味住係有風險嘅。如果你喺部落裏邊係最突出嗰個，你可能已經被獵食者視為頭號目標，又或者被同類視為一個威脅，令到你俾人排擠。喺嗰個年代，俾群體排擠其實都等於死亡㗎。所以呢，我哋嘅大腦演化咗一套自動導航系統。只要你嘗試踏出舒適圈，或者試圖展現強大嘅自我，大腦嘅杏仁核就會開始有反應，不斷咁樣釋放皮質醇，令到你覺得好焦慮、好不安。呢啲其實只係你身體同你講：嘿，唔好啦，匿返入去啦，匿返入去安全啲。除咗原始本能，我哋現代人最常見到嘅心理障礙有一個認知偏差。心理學家發現，越優秀嘅人呢，越容易覺得自己係個騙子。即係當你獲得成就或者企喺舞台上邊嘅時候，你內心深處可能會有一種恐懼，一種懷疑。如果大家發現我其實冇咁叻，咁點算啊？我冇佢哋想象中咁犀利㗎喎。呢一種認知偏差會令到你下意識想縮細自己，縮細自己嘅聲量啦，模糊自己嘅成就啦，試圖透過 playing small 去降低其他人對你嘅期待。呢一種係防禦性嘅自我保護，而代價係你永遠冇辦法真正享受自己嘅成功。特別係對女性或者啲媽媽角色嚟講，社會環境呢，往往畀我哋一個要謙虛嘅劇本。我哋好多時都被要求做一個照顧者，要圓滑啦，要忍讓。咁久而久之，咁就會變咗做一個習得性無助。你可能無意間為自己起咗一個心理天花板，你以為呢個就係你嘅極限啦。千祈唔好超過呢個天花板。但其實呢個天花板呢，唔係你嘅極限，而係你為咗符合社會嘅期待，而你自己設定畀自己嘅邊界。我好想同大家講嘅係，謙虛唔代表要抹殺自己嘅力量。謙卑其實唔係為咗怕人哋唔舒服而拒絕爬上山頂，而係當我哋企喺高處嘅時候，依然可以選擇用溫柔嘅態度去對待。既然而家我哋已經知道咗大腦呢種舊嘅機制，咁接落嚟我哋就要睇下自己日常生活度有冇察覺到自己呢一點。就我自己而言啦，我由細到大呢都唔太講嘢嘅，應該係我唔鍾意講嘢，但係有時呢都會望住其他人講嘢嘅時候，有好多疑問，即係譬如佢講嘅嘢點解要咁樣啊？佢講嘢嗰個語速啊，或者語氣態度啊，用個第二個方法咪唔使鬧交咯。
跟住隨住慢慢長大啦，比較明顯嘅察覺點呢，長大咗要考 Oral 啦。本身呢，我都唔係爭住講嘢嗰啲人，咁 Oral 係輪住講噶嘛，講完之後再一齊咁樣討論下。通常喺討論環節呢，我都好少會參與嘅，因為會覺得唔緊要啦，佢講得幾好啊，由佢講啦咁樣。但係我自己心裏邊有隱隱約約覺得，我可能應該都可以表達得好好嘅喎。咁就去到考試嗰日呢，唔知點解嗰日肯鼓起勇氣放手一搏，講就講啦。結果呢，成場我嘅表現，我覺得自己都好通順，咁最後成績都比我想象中好啦。咁開始就察覺到啦，原來我之前隱隱約約覺得自己做得到嘅嘢，係真係做得到喎。我之前點解要收埋自己呢？點解要怕其他人去點樣睇我，而去讓咗呢個機會出嚟，即係畀咗人哋一個舒服嘅位置，而我收埋咗我自己。所以去到後來有一刻，我覺得我自己唔應該再怕因為人哋唔舒服，或者怕畀人評頭品足，而去收埋自己，親手為自己嘅天空設定咗一條界限。而當我以為我喺度保護緊我自己嘅時候，但係其實呢一種無法釋放嘅力量呢，同樣地喺你嘅內心深處一路喺度悶燒，只會令到你自己覺得更加筋疲力盡。抑壓力量本身就係一個巨大嘅能量消耗，所以我哋嘅 playing small 嗰一刻可能為咗人哋舒服，但當你時間一長嘅時候，你嘅人生只會越嚟越攰，因為我哋花咗好多好多嘅精力去隱藏自己。大家都有冇試過為咗去取悅世界而去縮細自己啊？我哋試下合埋隻眼，想象自己喺一個星空下邊，屬於你嘅天空其實可以好遠好遠，但係你冇親手為自己蓋上一層紗，嗰層紗遮住咗你廣闊嘅天空，你睇唔清楚外面嘅世界到底可以有幾闊。如果呢一刻你覺得有啲鬱悶嘅時候，即係話你都仲未將自己完全放開。之後幾個禮拜都會有冥想同埋循環肯定句，去幫助自己逐步擴展、擴張自己，去照亮自己嘅世界。並唔係叫你改變成為任何人，淨係想你放開自己，唔好再為咗安全感而去遮掩自己光芒，將你嗰層紗慢慢咁吹開。Cenola 呢個名其實包括咗 Aurora。我希望所有嘅光，無論係神秘嘅極光，定係朝頭早溫暖嘅陽光，我希望光芒可以畀到你勇氣，我哋將自己慢慢咁樣釋放。今日嘅心靈旅程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次見。歡迎加入 Cenola，等我哋一齊靜靜呼吸，溫柔同行。